111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国小学生组谢强编号8号，齐翻成录音。揭山刘玉洲研作，天盲讲叫盲派，阿妹就啲嘅曉嚟。阿勇啊，何行咧？日頭愛出來了。阿姊妹，日日做係喲，愛出門了。天噗噗地講，日頭行啲嘅水木，我哋一屋看人超木白白嘅起腳行，強下去揭小眾靠山咧，路狹狹嘅。從面看嘅露水盲山，本挨到嘅腳更加多，就鬼穿站落天嚟，一粒一粒金色色像珍珠樣嘅，講到耐唔得，我心肝都頭上，那係用幾條來穿一條珍珠帕鏈，送本阿妹帶。唔啲結獎嘅哦，涼爽嘅風一陣一陣吹來，路順嘅花草，本佢吹到搖頭拗腰，暗頭行里，就像嘅戲台面當三盲表演嘅太明星咁樣，行到山下，落妹超愛變樹樣。看萬人先北上山東當去，兩沙就按樣頭親親，萬人都唔認輸，上張變江上，捱粗太，當然輸唔得，歸路唔敢停途，噼噼噗噗太起鏡頭，側變上山，騎到山當。傾定心窗，其實條到樣樣像愛點睇樣嘅喲。哇！山當嘅風當涼呢，看講下，羅妹行啲半山派，夾嘅面夾亂風招嘅。捱看啊，廟度嘅關公都冇記暗風哦，一種在。白啊白誒，又像世界嘅頭戲，色彩很古董，很好笑。山當嘅風，特別淺，特別涼爽。風地度有東勢果子嘅香氣，有花草草嘅清甜蜜絲。夜風吹到人鬼神嘅爽爽。吹到人透心涼，之前去山嘅艱苦，到夜下未做下唔記得咧。樹當綠色嘅條誒，吱吱啾啾，跳上跳下叫無停。草掉嘅蟲誒唔認數記，未知即棍恩上，打咗。山當就按呢鬧熱之家咧，眺望嘅山下，遠嘅東勢都見係蒙定一層紗，啲蒙紗沿地度曬到唔啲好香呢。大家看，很正哦，東片嘅雲像大風樣誒，風下推踢，係千條萬條嘅金色光，對山嘅嘅後背灑出來，無結叫，一粒大火球就對山頭跳出來咧，撐到人白唔開目，撐到蒙沙夾雲深，二十頭嘅石頭對野下張真實喜事呢。去到山東當，我哋放射股橡樹打造嘅光景，
登高眺望嘅開發視野，使人心情快樂，本人值得感恩。感恩大自然賜本恩人安寧嘅好環境。阿爸長頭講，做香腸嘅條誒，就有蔥嘅好食。到一下，我總算體會到野雞發嘅意思咧。